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，受到袂少人的喜爱。第二季由钟欣凌、王少伟、杨明威等人主演，拍戏地点再次来到台南取景。台南市文化局长特别前往探班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赵对，而且其实上次帮我们那个让凤梨酥，对，然后这一次是花，对我自己觉得很好，是这个第一次我看到，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，剧情其实帮我们的凤梨酥给了补充跟生命这样子，然后希望这一次你们也能够给我们台南的兰花一个不同的故事。我的婆婆唔但带动台南的观光，更予局中的往来所出名，予台南的饮食文化有了传承。也毋过台南会当讲是美食之都，予演员钟欣凌家己切讲，体重差一点仔就要过百咯。有人请豆花，有人请春卷，有人请什么樱花虾饼，那来了，导演都会放时间给大家吃，因为他导演觉得要趁热吃。有一次就是也是摄影大哥拍照片，我想说这也太胖了吧，然后最后才发现哦，那时候真的太胖。100跟105讲出来有差吗？有差啦，我就是不要破100嘛，我要努力。我觉得第二季很可爱的事情是，那时候我们听到就说这个婆婆自己遇到婆媳问题，我想说什么东西，然后很有趣。我觉得因为这个婆婆非常有威严，所以我在她面前是处于那种就是小媳妇的那一种，我就觉得哎呀。现世报。我的婆婆第二季将伫咧明年5月播出，此次将有全新的大家新妇关系，甲在地连结也为往来所变成台湾兰花。场景包含台南新地标安平荷兰城，以及有兰花艺术之都之称的南都观光工厂。期待透过戏剧，予观众更了解在地文化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